后来曾经伫记者会、伫网络的影片，大力来主张讲，三马精对人体有害的医生所威胁，去互这个卫福部来告发，讲卡着涉案法。高雄市警察局通知着苏医生，12月25暗时的10点爱到案说明。这个卫福部讲，苏威胁讲，这个三马星掺呼吸，拢会当偏着等等各种夸大的讲法，并无科学的依据，所以用涉案法甲告发。苏威胁再起来开记者会，讲家己所讲的话，绝对拢有科学的根据。你光吸就可以吸到，莱克多巴胺的活性可能是它的250倍。精神科医师苏威胁伫政府宣布扩大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了后，伫真侪网络影片甲记者会，拢伫法案主张讲莱克多巴胺对人体有害，受到高雄市警察局的通知书。苏威胁和卫福部食药署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甲警政署告发，爱伫12月25暗时10点到案说明，佮要求伊爱准备有关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的证明资料。莱克多巴胺跟摇头丸的一些关系，引用的科学论文我们都注明出处了。那请问，这是违反食安法的哪一条？来剂比摇头丸来毒250倍，光呼吸就会吸到了来剂，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真实啊，而且这种话其实对民众来讲，真的会引起很大的恐慌。因为苏威胁强调讲，伊讲的话拢有科学根据，若是卫福部真正有掌握到犯罪事实，应该直接提地检署由检察官来办。佮呛声讲，卫福部以食安法加告，会造成别人拢唔敢讲话。如果莱克多巴胺没有毒，那为什么军人不吃？为什么警察不吃？为什么学生不能吃？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大概是没有问题。那至于正确不正确，大家见解各有不同，就让未来法院再来审理这个案子。反三八精独立联名嘛，无想要做软脚虾。12月31日，漳州民众伫凯道静坐。作为食最后无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宵夜，用无啥抗议拒绝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